为伫雅国的事业国际首台南，就是以在地食材甲特色料理为主的无菜单餐厅，今年成为台东部落时尚这个品牌唯一的名。在其台中原住民部落多样化的食材，用下无同的料理手法，互大家全新体验。为了欢迎全国民众来台南买当享受台东的饮食文化，台东县长嘛亲自率团，用跨越合作的观念，要将台东的美味炸到更加侪城市。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合作，其实也对我们的店家也会有很多的启发。那我们也可以带回去，在我们的部落里面好好的酿，好好的酝酿。啊，我想这是我们台湾现在非常需要的，走出自己的地域，然后走到隔壁，走到对岸，走到别人家，走到哪里，让我们互相来交流。那我想这个激荡下来的这个，不管是在饮食的部分、食材的部分、烹调的部分，一定会创下更好的一个文化的开端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饶县长过去支持之下，能够跨域，现在从台东走出来。可能在很多的县市做不同的结合。今年台东官方的美食指标之一，选定台南的餐厅来合作，也才表示因袂唱播，因为饮食就是一种文化传承。是希望说全台湾甚至全世界厨师能够互相交流彼此的厨艺。所以当初我来弄部落时尚这个活动的时候，希望说我们厨师间能够不要藏私，大家互相去学习，让彼此的厨艺能够往上提升。记者会后10月16号开始，每礼拜3到礼拜日，为期3礼拜联名餐宴。透过台南，不只是享受台东的美食，更是跨区域、跨文化，邀请大家做回来体验。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。